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林娛樂頻道。今晚我哋會去尖沙咀帝苑酒店食自助晚餐。等我帶大家睇下有咩食物款式同環境氣氛，仲會總結佢有咩特色。開始之前記得訂閱、按讚好同開啟小鈴鐺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新片上架嘅通知。根據出片當時 Klook 嘅價格，平日成人每位最平561蚊，兒童同長者每位419蚊。星期五、六日價格會稍為貴啲，另外仲有親子優惠價。我將個連結放響說明欄，有興趣可以去留意下睇下詳情。自助晚餐位於酒店3樓雅苑座咖啡室，傍晚6點半開始到夜晚9點9，但仲未到6點半，餐廳已經坐滿晒客，大家都準備好。呢度嘅環境係一大特色，好似空中花園咁，仲有噴泉，開放式設計帶出好強嘅空間感，仲可以望到子彈升降機喺房間樓層之間來回穿梭，顯得格外氣派同充滿活力。一邊食飯一邊享受呢個環境，絕對係一種享受。唔講咁多，即刻睇下食物嘅款式。首先冷盤區有波士頓龍蝦、青口、麵包蟹、蜆、加拿大長腳蟹、翡翠螺同蝦。湯水方面，中湯有淮山杞子燉螺頭湯，西湯就有蜆肉周打湯。沙律區有各式沙律，煙三文魚薯仔沙律杯、火腿、沙樂美腸，仲有各式芝士。熟食區有蜜汁火腿、骨肉眼、紐倫堡腸卷、片皮鴨、三文魚西京燒、鮑魚海鮮鍋巴、天婦羅、燒羊架、豆漿魚腐娃娃菜、炒辣蟹、水煮牛肉、蒸魚、福建炒飯、烤魚、芝士咖喱、印度薄脆、印度飯，仲有各式麵包同薄餅。每位賓客入座前都會有一張券，憑券可以換領翡翠蠔皇鮑魚花膠1份。燒烤區有燒多春魚、牛舌、青魚、紫薯粟米南瓜。燒味區有叉燒、燒鴨、燒腩仔、滷水豬腸、豬耳同紅腸，仲有海南雞飯。嚟到刺身區，有三文魚、鯛魚、吞拿魚、希靈魚、油甘魚同八爪魚，有各式冷麵同壽司。另一邊係麵檔，自選配料交俾廚師就得，配料種類都幾多。
可以揀油麵、河粉、米線、粗蛋麵或者全蛋麵，湯底就有清湯同冬陰湯。嚟到甜品區，有葡撻、雞蛋仔、木瓜雪耳桃膠糖水、焗芝士布甸、原味班戟同香蘭葉班戟、哈根達斯雪糕，雪糕有6款口味。雪櫃嗰邊有班蘭焦糖燉蛋、意大利芝士餅、木糠布甸、馬德蓮、芒果蛋糕、美式芝士餅、朱古力蛋糕、慕斯、綠茶奶凍、芒果芝士餅、芝麻糕、榛子朱古力脆脆、藍莓芝士餅同士多啤梨蛋糕。另一邊有帝苑出名嘅蝴蝶酥、布朗尼、涼粉、楊枝甘露同各式水果。飲品方面有七喜、百事可樂、蘋果汁、橙汁，仲有茶包、咖啡、冰紅茶、檸檬片。由於呢度嘅食物味道都符合我預期，所以我唔講食評啦，講啲更有趣嘅事。佢哋好重視賓客嘅生日，喺用餐期間，店方會為壽星準備拿破崙蛋糕、生日快樂燈牌同氣球，俾壽星同同行嘅朋友一齊影相打卡留念。現場仲有鋼琴表演者幫手搞氣氛，一齊慶生。同在場賓客慶生完之後，經理會派發拿破崙蛋糕俾賓客。啱啱好我係第一個攞到蛋糕嘅人。另外，如果預約自助餐時提早通知店方有同行者係壽星，仲可以免費獲贈一個生日蛋糕。之後同大家分享下廚師即場整班戟嘅過程。最後同大家總結下呢度自助餐嘅4大特色。第一係環境，之前講過好似空中花園咁，優雅又舒服，氣派十足。第二係現場鋼琴音樂表演，賓客仲可以點歌。第三係特別嘅壽星慶生環節，儀式感強，令人印象深刻。第四係少有嘅熱辣辣班戟，廚師即場加熱製作。其他優點仲有碟回收速度 OK， 以每位500幾蚊嘅價錢嚟講，絕對係水準以上。不過不足嘅地方係冇提供生蠔，三文魚刺身切得比較薄，而飲品種類唔多。以上就係我今次嘅總結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按讚好、訂閱同分享，支持下小弟嘅創作啊！下集再見。